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有4万人去做公费的流感疫苗，今仔只剩16万剂。早起全台湾卫生所、诊所等等要注射的民众是排甲落长。寒流影响，今仔透早太平山甲合欢山又搁落雪咯。拜五暗时可能会搁有一波寒流顶级的冷空气会赶到后礼拜一。过年期间，桃园市发生19件火灾，放炮的申诉案件有372件。环保局要修法，甲大楼主体区列做特定噪音管制区。再看这礼拜受到2波冷空气的影响，各地天气是拢真寒。今仔透早太平山甲合欢山又搁落雪咯。目前影响台湾的头一波冷空气嘛，已经是寒流顶级，会影响到拜四。再来拜五暗时嘛可能搁有一波寒流顶级冷空气会赶到后礼拜一的头早。细路甲龟头卡，尤其袂输敢若伫咧动的故事内面同款，感觉惊喜搁梦幻。拜二透早寒流发威，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本来是6点开园，因故有一寡道路结冰，出动厝势破冰车来清理，一直到7点才开园。到早起7点半至半点钟，就要甲200人入园。目前的温度也回升到1度左右，那雪有慢慢的在融化。那这边要呼吁要到游乐区赏雪的民众要注意自身的保暖。伫8月暗时，合欢山庄停车场被翕到落大雪情形，汽车引领挂顶头就敢若互人嗅一烟糖霜共款。伫咧在浙江线思源埡口也落冰雪啊。伫拜二透早上个温度出现伫咧新北市五股，只敢若7.1度；过来是新北市的石碇啊，也只敢若7.7度。包括彰化以北、宜兰地区加金门马祖，拢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今天到明天持续受到寒流影响，各地天气是冷的。这波寒流在星期四逐渐减弱。虽然华南云雨区慢慢离开台湾，将在所在拢会当看到日头，不过拜四冷空气减弱了，所以拜五暗国开始有一波强度要挑战寒流的冷空气，会一直影响到后礼拜日透早。到时候低温在金门、马祖和北部大约是7到8度左右，中部和东北部大约9到10度，其他各地大约11到12度。伫关山地区温度水汽配合，拜二到拜三早起，中部山区3000公尺以上关山有可能会落一寡雪。伫拜三过头了，华南云雨区过来水汽增加，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也有可能会落雪。民众要去看雪时阵，也要注意上山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艺人大 S 因为流感引起肺炎，伫日本不幸过往。这2天，咱国内的民众抢要做公费的流感预防针哦。台北市昨一日都有6000个民众去做，搁剩6200人，应该连面的用了咯。桃园市又为着方便民众，台湾灯会现场买来设注射站。台北市联合病院中校分院的等待室人阵塌塌地，我是要做公费流感预防针的民众。艺人大 S 因为流感引起肺炎死亡，提悬民众做流感预防针的意愿。台北市拜一天就做6000档的公费流感预防针，到拜二早时9点，还剩6200档。截至4号早上9点，台北市剩余6200剂左右。那目前卫生局有公布，在医院库存50剂以上，以及诊所库存20剂以上的医疗院所名单。也若准备举办台湾灯会的桃园市是安上伫灯区设注射站。我们在2月12号开始在灯会的期间，好，那我们都会加开这个流感以及COVID 的一个施打站。那每天的晚上的5点到8点期间，好，都会在我们的医疗站来进行一个施打。台北市卫生局讲，因为新闻的关系，即阵做流感预防针的民众确实加真济。估计村的公费流感预防针这几天就会注了了。有医师建议老人囡仔才会脆弱族群赶紧去做，也鼓励透过提升全面整体的保护力来增强群体免疫。你若有差不多80、90，安尼是上介好啦。当然，即马预防针无甲遐济但是上重要的原来是讲会当做的较紧做咧，尤其你拄仔有讲到遐老人啦，是讲抵抗力较歹的人。医师讲，若愈侪民众做流感预防针，咱的群体免疫力就愈强，家己较袂患着病，就通保护身躯边的人。台北市卫生局提醒，流感的症状比一般感冒更较严重，若出现发烧、头痛、肩膀痛、虚累的症状，就要提高警戒。
记者郭李玉凯台北报道。昨午全台湾的公费流感疫苗各剩20万剂，今仔早起只剩16万剂。早起全台湾的卫生所、诊所等要注预防下民众是排队排到落长，也毋过有医生是呼吁民众毋免伤惊吓，有镜头就赶紧去看医生，免伤烦恼。台东市卫生所一早起人满满，民众排队要等注流感预防针。好，一样哦，打完针都不要留哦，哈。护理师注预防针的手无停过，4号下早接受来了上百个人，比起前一天只有6个人，人数增加真多。卫生所的电话嘛接袂完，民众拢来问公费的流感预防针。点关系啦，本来就想要打，但是看了新闻之后就觉得一定要赶快来打。本来是不想打的，然后看到他一直。高雄部分的诊所公费的预防针前一天已经用完，有的直接打着暂停的广告，准备要出国的民众专工来，却无法度注到。就不要打，出国口罩戴好吧。去日本需要的话就可以打。然后，如果说没有出国需要的话，可以先暂时不用跟人家一起打。那如果你们不急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你就是排后天的来提。嘛有民众想要改注自费的预防针，诊所以出国的民众优先进行分流管制。量已经不是很够啊，因为应该还有部分少部分自费疫苗的诊所应该已经不多。那其实还是以大家有需求的，我们稍微做一点分流啦。不然其实量跟要打的人来说，其实比例上有点悬殊。如果真的要打的话，应该不用10几分钟，可能就全部都打完。受到艺人大 S 因为流感并发肺炎过往，未少要出国的民众赶来注流感预防针。公费流感预防针数量嘛，对20万剂到4号下早剩16万剂，一天就注了4万剂。不过医生嘛呼吁大家唔免伤过惊，有症状马上看医生，拢会当得到有效的治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过去会主动去注流感疫苗的民众毋是真多，后来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互民众较重视去注疫苗，也毋过伫疫情转好了后，又搁较少人得注。今年1月初一开始开放全民拢通免费去注流感疫苗，这2天嘛因为艺人去为着流感过往，全台湾有未少民众拢赶紧抢要注。公费疫苗即马是剩无济咯。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苏眉来为咱详细来说明。是主播，这个人大 S 因为流感汹汹过身了后，都真侪民众着惊，抢要注这流感的疫苗。这季咱疾管署买有放射，对去年10月开始注，即阵这公费是干那剩16万筒。对今年1月初一开始是只要满6个月，民众拢会当去注。也若是对药有过敏，也是要经排注的，就会当选择自费的疫苗，一当是800块至1500无一定。有意愿要注疫苗的民众会当去倒位注，直接提供4个管道，互大家会当查。这包含这疾管署的网站流感防治1网通、疾管署的赖疾管家，也阁有各地方的卫生局的网站拢查会到。也若是无方便用网络的，买当卡防疫专线1922先去问。不过因为即阵真侪人抢要注，所以讲有的医疗院所这会可能是已经注了啊。所以讲建议大家要去现场进前，会当先打电话问一下，才袂加走一抓。说落来，咱是要来看这流感的疫情，因为前一阵仔过年，这南来北往，人阵来去去，所以讲有医界就警告讲，这流感的疫情有可能会侵权，伫咧这过年了后达到高峰。自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早日2月初2，这流感的疫情的病例是已经累计到641例，而且其中有54%，也就是超过一半，拢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也若是这死亡的病例，嘛是已经达到132例，其中有90%拢是无注有放射的。除了赶紧注有放射来减少这死亡甲重症风险，咱对家己的身体状况嘛一定要警觉。这流行感冒是有一寡症头，甲一般的感冒无相像。第一，就是这发烧的体温有可能会超悬，而且可能会烧袂退，一路冲到39度以上，拢是真有可能的。而且这规身躯的关节也有筋膜，拢会真痛，这病情拖1-2礼拜拢袂好。所以讲，伫遮就要提醒一寡平常时较顽皮、人艰苦拢无爱去看医生的，若是已经出现这寡症头，就千万唔通搁拖落。
除了这个流感的病症，若是佮另外出现气骨喘嗽，唔知影人也是皮肤、指甲拢已经反青大，赶紧送病院，因为这代表讲可能已经有肺炎，甚至是更较严重的并发症，都要赶紧去抢命。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剖新闻，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咱甲镜头幸福主播。再来看宜兰县长林志标的贪污案，宜兰地方法院是判伊12档6个月有期徒刑，褫夺公权6档。也毋过，宜兰地检署认为讲，法院用道理罪起诉，部分的犯罪事实认定嘛有错误，嘛判了伤轻了，所以搁再上诉。林志标嘛表示讲，伊家己嘛已经提起上诉，望讲二审会当判无罪，嫌疑清白。宜兰县长林志标涉贪案，予宜兰地方法院判12年6个月，褫夺公权6年。除了迄当阵的建设处长黄志良无罪，林志标的查某囝林美玲、县政府局处长、科长2位劳动电工所官员、业主矿业公司负责人甲林志标前助理，拢被判刑。但过宜兰地检署不服提上诉。那本届15位被告，本署就其中14位被告于昨日提起上诉。那其中5位被告，本署认为原判决的量刑及事实认定不当，提起上诉。另外9位被告，本署就原判决的刑度提起上诉。检方的上诉书最早已经送到宜兰地方法院。检方认为宜兰地院毕竟起诉条件有错误，部分犯罪事实在认定上有错误，而且判决的刑度伤轻，所以针对林志标、林美玲一个县政府官员等涉案被告提上诉。一审无罪黄志良，检方也认为无罪事实有错误，最终上诉。矿业公司负责人的刑度，检方无意见。那感谢所有的同仁们，还亲自邀请之妙。那呢，我呢，真鞠躬谢谢所有的同仁们。林志标伫咧县政府新村团拜时阵致辞，虽然伊一审被判刑停职，已经无主持县政府的会议，不过也是参加县内大小小活动，也一直伫咧公开场合替家己发言论。林志标讲，针对涉贪案已经提出上诉，强调伊是清白的，要拼二审无罪。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股涨了830点哦，投资人是真烦恼，讲股市会崩盘。政治局嘛信心化话，强调讲台股今年会起超过2%，嘛讲去年哦，咱国内上市贵公司的营收是有史以来上悬的，目前哦更有3520亿的劳动基金通运用。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拄宣布讲要暂停关税政策30天哦，所以今仔台股嘛淡薄仔回升，今仔是收伫22793点，是起99点。台股伫咧初三开红盘，淡薄830点，随是过年了开盘第2天暂时回升。北台股上悬的22934点，上大宽台股台积电也起带动反攻。开盘约悬15块，尾就慢慢爬，上悬到1095块，期待是回升27条。今天的盘势只能算是说初步的止跌回稳，因为毕竟说很多全指股，包含像是广达，它其实还是在破底的状态啊。目前关税的议题算是短线上暂缓了。投资人紧张经济会也信心化会，讲2005年1直到1月30日，台股起2.13%。日均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6.7%。国内上市贵公司113年累计营收也比112年增加13.02%，创历年上悬。台股的基本面真好。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市场里面，我们纯粹要先从产业面、基本面、整体的经济面等等的因素去判断该做什么样的最好的布局。根据了解，劳动基金估计有3520亿会当支援台股。劳动基金运用局强调，操作策略是无蒙底、无探头，以稳健为主。对，因为说如果非农就业数据跟失业率开出来是低于市场预期的话，可能会加重市场对于今年联准会降息的预期。那只要说降息预期增加的话，那对于股市可能是比较有利。全球股市伫初三也继续崩盘。美国股市4大指数收乌，日经指数是大盘2.66%，南韩股市也盘2.52%。
专家讲，回稳的关键也是伫咧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方向，大家拢伫咧继续观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诈骗真畅手，台北北投的警方接到有银行员通报讲，有一个查甫人要汇钱哦，佮一直用手机在开讲。后来了解是讲有网友要借伊投资3万，佮再互警察阻挡。台分局嘛接到被害者报案，讲伊加入投资的社团，哄骗2300万哦。警方嘛已经抓到车手上班咯。查甫人准备要汇款，这个时阵警方赶到现场了解状况。查甫人讲，这个钱是要用来投资什么做买卖。昨天那个也是诈骗的。昨天有一个才来说要买一条5万，他汇的那个一株5万对。对，然后他昨天汇的那个账户是警示账户呢。警方甲银行的行员是有喙讲甲无烂，查甫人才总算放弃要汇款。原来是透过手机熟识一个查某朋友，对方甲伊开讲了后，嘛表示家己有咧做新买的买卖，而且佫讲会当伫第一时间来趁钱，互伊指定的口座要求查甫人甲钱落入去。加在到银行办理的时阵，行员发现查甫人一直咧用手机甲对方联络，才赶紧报警察来阻止。警方深入了解，发现林男对于人生产地、代购流程皆了解模糊，且双方未曾见面或签署合约文件，明显非正常投资或代购流程。另外，大安分局的警察嘛，伫这间商办大楼内底，逮到一个诈骗集团的过手人。以你涉嫌这个诈欺及洗钱防治条例哦，警方依法跟你们逮捕哦。原来警方是接到一个60岁查甫人讲，伊伫网络熟识一个股市专家，了后加入投资社团，前后计共提出2300多万。不过诈骗集团煞甲线大线，讲要继续甲钱提出来，才会当赚到钱。伪造团成员向男子表示，先前所投资的金额需再投入新台币1500万元，方能有所获利。后男子自觉可疑，遂向警方咨询后，惊觉受骗而报案。警方抓到诈骗集团的过手人了后，嘛查扣相关的证物，专案依照诈欺罪嫌上班，嘛提醒民众对不明人士要求投资或者是加入投资社团，一定要有警觉，才袂互骗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新北市10指昨暗有过路人弄红灯，和一台奥多摆弄着，2个人是拢着伤。昨早起伫台北市的大安区，有民众是指控讲有一台警察车甲一台奥多摆相弄哦，这台警察车才摔到随驶走。也毋过警方是强调讲，这台奥多摆是家己累残的，也毋过嘛承认讲因的当年有违规的情形，会等待交通大队的调查报告。警车伫咧路口弯，一个骑奥多摆的对倒边向正边骑，看起来敢若轰弄着，刹车倒伫咧涂骹。但是警方迄当阵无停车，是直接驶走，全程拢互经过的民众翕落来。这个警方是调数多役。我只是听到声音哦，啪，然后我就探头出去看，怎么他一个人在那边，就躺在那边。代志发生的现场就伫咧台北的富中公园边啊。初三早起11点外，新生南路派出所的警察驶警车出勤，伫咧 T2路口是涉入交通事故，但是警方澄清讲，经过检视行车记录器，是骑奥多摆的家己失控去刹车，并无含因弄着。支线车道没有做礼让干道车的这个部分，那可能涉嫌违反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那我们这个后续如果交通警察大队噪音分析之后，我们会再来做这个后续行政责任的议处。虽然讲案发的地点是无号志的路口，但是警车驶伫个基线道，涂骹嘛有画停字。照交通法规是必须要停车才阁驶。警察敢有涉入行政疏失，还是交通违规？警方讲爱等后壁交通大队做的调查原因，才来分析研判。行驶至无号志路口或号志故障而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之交叉路口。支线道车应让干线道车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镜头阁转去新北，同一天的暗时，10指嘛有路口的事故，有行人启动红灯，疑似含桥倒摆启动着，2个人拢倒伫咧涂骹。警方讲并无接到报案，但是落雨天是看无清楚，上路就要搁较细致，行人嘛应该守规矩，来做伙建立安全的用路环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透早，台中南屯区有民众伫中华区的空地放烟火，结果草埔导火，加在火哦真紧就拍花。也毋过伫今年过年，类似案件是袂少，警方嘛以社会法来侦办。那违反台中市的炮火烟火管制的驻地条例哦，会防重罚。超扯！
浪费国家资源。民众翕落来的相对抽水线行入去草坡当中，伫咧强风之下拍火，批评有人放烟火引起火势。台中市南屯区一位中华区的空地，4号半暝0点12分左右发生火警，加在真紧就拍花。早起来到现场，发现草坡当中有一明显烧过的分裂，附近的居民也感觉真烦恼。一定会啊，系啊。安怎讲？啊，你也火烧起来啦？今年元旦看年暝，台中西屯一位空地就曾经因为民众放烟火，互杂草烧起来，引起了公安疑虑。消防局统计，今年农历春节期间也有一件烟火造成的火警，无想到开工了又搁再发生。虽然无造成伤亡，但是空地附近有民体甲病院，警消拢会启动调查。本案已通知行为人至本分局说明事发经过，据调查，无正当理由于公共场所房屋近旁焚火而有危害安全之余，恐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若违规事证属实，将依《爆竹烟火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警方表示，伫咧公共场所、厝的附近放火有危害安全的问题，恐惊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消防局是强调，台中市炮啊烟火施放管制自治条例规定，袂当伫咧0点到早起6点之间放升空的烟火，查证事实会开罚3万至15万块。公司新闻台中报道。过年哦，敢若桃园市就有19件的火灾，乌白放炮的申诉案件嘛有372件。环保局是表示讲，拍摄要来修法，甲大楼的主体区来比较学校、图书馆、幼儿园甲病院，拢在做特定的测音管制区，按算3个月内会公告实施。大火一直烧，伫个绿地区南德路2段一个火收场，初一的暗时因为民众放炮啊，造成现场的支收物，包括塑胶杆啊、含纸箱啊等等，拢规个烧起来。根据消防局的统计，伫个连假期间，桃园因为炮啊、烟火造成火灾的拢总有19件，其中杂草废弃物有15件，车有3件，建筑物的部分有1件。春节期间，本市因为爆竹烟火而酿灾的火警案件总共有19件，特别呼吁民众释放爆竹要特别注意释放的安全，还有释放之后的余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处理。过年一直传出放烟火也是炮啊地灾的事件，而且嘛会吵到别人。通知环保局受理侦情，这种放炮的案件嘛有372件，比去年同期是降17%。那时候有点困扰，有时候人睡了，然后老人家睡了嘛，那会爆竹声突然响会吓到。那因为我有养狗，我发现狗狗都四处逃窜，我觉得很害怕这样子。最近是少一点，这今年是比往常少。于年前市府跨局处协调讨论，并结合跑马灯宣导及新闻报道，使14年爆竹烟火成型率下降17%。环保局讲，已经和民政、消防、警察这单位做下局处的研究，会规划修法，比较学校、图书馆、幼儿园和医疗机构。甲管老站厝阁正麻这主题区，那就是特定噪音管制区，若是违反法规，会依法罚银3000到3万等等。按算会伫3个月内公告实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2月7日是世界癌症日，癌症连续40天，拢是咱国人10大死因的头名。国民健康署今仔宣布讲，明年开始，公费癌症的体检会增加胃癌。总统大清德嘛承诺讲，今年会来增加40亿公务预算，癌症体检的预算会超过60亿。癌症已经是连续42年是咱国民众10大死因之首。根据卫福部统计，2022年平均每4分2秒都有一个人得癌；2023年是平均每9分53秒都有一个人因为癌症过身，比前一年近14秒。为了帮助民众管理癌症侵害甲威胁，国健署7时宣布，明年起民众公费癌症体检项目会为即卖5项各增加1项胃癌，适用对象加条件会比较大肠癌，预估大约有199万人受益。胃癌是有经过实证的一个成效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是要建 model 完了以后，我们就全面来推动。头一位医师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出席世界癌症日记者会，佮伫台顶致辞时承诺，会继续整合医疗资源，扩大癌症体检，达到2030年台湾降低癌症死亡率1/3的目标。今年呢，我们增加了40亿元的公务预算。
让癌症的筛检预算达到60亿元以上。我们会从癌症的筛检，以及到给他最适当的一个早期的治疗，然后给他最适当的药物。卫福部强调，去年113年整体癌症体检有480多万人完成体检，其中发现癌症甲癌症病变者都有6万多人。未来希望扩大癌症体检了后，会当帮助癌友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也减轻经济负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要针对墨西哥、加拿大甲中国加起关税。在美国甲墨西哥政府沟通了后，墨西哥讲会慢1个月才实施。川普冇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通过电话咯，所以即马加拿大慢1个月来实施。川普嘛打算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联络。美国总统川普最早暂缓对墨西哥的关税威胁1个月，等待进一步的谈判了才决定。墨西哥当局派1万位国民卫队到边境处理贩毒的问题。Had a great talk with Mexico, and we had President Sheinbaum is a woman. I like her very much. We've had good relationships, but we have to stop fentanyl from coming in, whether I like somebody or not, and we have to stop the illegal aliens. Le dije, bueno, vamos a ponerlo en pausa un mes y estoy segura que en este mes vamos a poder dar resultados, buenos resultados a su pueblo, buenos resultados al pueblo de México. 川普甲墨西哥谈过了，就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通电话。最近伫加拿大一场美国职业 NBA 由多伦多暴龙伫主场对洛杉矶快艇的赛前国歌仪式，加拿大的球迷用嘘声表达对川普要扣加拿大关税不满。川普北讲，这礼拜二随时将会开始对加拿大甲墨西哥输往美国的商品扣25%的关税。川普说落来将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会。川普进前讲要对中国扣10%的关税。中国讲会向 WTO 提诉上采取反制措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大好野人马斯克要管理川普政府的政府效率部来整顿政府部门。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嘛已经有将近100万工防停职咯，官方的网站册里嘛已经关起来。美国总统川普是强调讲，早就应该安尼做咯。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讲，伊会先来兼国际开发署的代理署长，亲自来整顿。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大门关起来，员工唔知要为倒位入去，甚至官网伫车子都已经落线。由亿万好野人马斯克掌管的政府效率部，以高效率中正政府部门 ，USAID 已经有500名的员工互停职。马斯克甚至伫社群平台批评 USAID。地万就堂爱全部裁撤，伊估计川普政府明年会当互美国的预算赤字减少1条美金。We just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have been done a long time ago. It went crazy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y went totally crazy what they were doing, and the money they were giving to people that shouldn't be getting it, and to agencies and others that shouldn't be getting it. It was a shame. So. They're tremendous fraud. USAID 成立伫1961年，主要负责向合作国家分配美国的对外援助。2023年财政年度，美国援助全球720亿美金中，有400亿由 USAID 管理。相关计划包括人道主义、健康、加气候、环境、经济等倡议。共和党人多数认为是浪费预算，佮欠透明度加监督。民主党人是较支持，讲因为需要的人提供援助。We've been fighting authoritarianism overseas since our inception, and this is what people do abroad. Elon Musk makes billions of dollars based off of his business with China. And China is cheering at this action today.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billionaire class trying to take over our government right now is doing it based on self-interest. 当地中南美洲访问的国务卿卢比奥，初三伫记者会上表示，家己已经是身兼 USAID 代理署长。甲马斯克讲要摧毁 USAID，佮将因叫做是犯罪组织无共。
卢比欧表示 ，USAID 会继续发挥功能。There are a lot of functions of USAID that are going to continue, that are going to be par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ut it has to be aligned with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不过卢比欧也指责 USAID 个人无服从命令。在伊担任参议员期间，拒绝回答国会议员提出的基本问题，伊会整顿这个有10万名职员的机构。不过并不清楚 USAID 会变入公务员，也不清楚大多数在海外的职员会安怎安置。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希腊的观光区圣托里尼火山岛对顶礼拜六到昨拜一发生超过200架规模3到4.9的地动。有专家是认为讲，这个地动甲火山爆发是无关系，也毋过这个地动确实是让人真烦恼。嘛已经先撤离民众，救援队嘛来支援，当地学校拜五进前嘛拢停课。石头对这片断崖落倒来规个蓬蓬影，伊拉圣托里尼火山岛最近是一直有地动，过去3天地动就发生超过200摆。岛顶的居民接到地动的注意报，表示讲有可能崩山，有的人佫听到有够大声的声音，真侪居民和游客已经开始感觉惊吓。有人讲伊是规暝拢困伫厝外口，无就规家伙仔困伫车内，有人第2天就较紧离开。Βάλανε κάτι εξτραπτήσεις τώρα, αλλά τα εισιτήρια στο αεροδρόμιο τα έχουν πάει, είναι πανάκριβα, τα έχουν πάει 300 με 450 ευρώ το άτομο. Το σεισμό και τόσο σύντομα κάθε 10 λεπτά, κάθε 20 λεπτά δεν το ξανά. Πρώτη φορά. 当局已经建议居民是避免大型室内的聚会活动，即是饭店甲游泳池的水拢总放掉，来减少地动对建筑物有可能造成的伤害。而且下令附近山坎的海边地区和岛顶的旧港口禁止通行。另外嘛，部署人力来因应紧急状况。4个岛属顶悬的学校到拜五嘛拢停课。专家讲，这个地动的规模是超过 4.5， 和圣托里尼火山是无关系，但是嘛承认讲地动活动的模式互人真烦恼。Έχουμε να διαχειριστούμε ένα πολύ έντονο επιστημονική παρουσίαση των γεωλογικών δεδομένων, έτσι ώστε όλοι να γνωρίζουν τι είνα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το οποίο πρέπει να διαχειριστούμε. 地动学家表示讲，地动的活动是伫1月24开始，但是伫2月初一开始增强，发生的频率和规模拢增加。目前地动的短暂线差不多是120公里长，但是干那圣托里尼岛和阿姆尔戈斯岛之间的南部范围在震动，震央是伫海层之下，离附近任何一个小岛拢各有30到40公里远。科学家认为讲，若发生伫陆地下骹，破坏力就搁较大，但是大地动嘛可能引起起高龄，已经警告民众莫挖去沿海地区。公司新闻吴文编译。再来看罗西亚首都莫斯科，初三有公寓爆炸，造成一个乌克兰挺罗西亚军事组织领袖死亡。罗西亚国家媒体讲这场爆炸是暗杀行动。这个爆炸案结局嘛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爆炸现场门径拢歪起，规涂骹拢碎玻璃。俄国的首都莫斯科一间高级公寓初三发生爆炸，造成一位来自乌克兰东部立场亲俄罗斯的准军事组织领袖沙基斯扬死亡。Разбитые стекла, пепел, раскуроченный потолок. Ну вот как раз я поэтому и сделала вывод сама лично, я нигде не... Специальные службы выполняют свою работу. Работу сложную. 除了沙基斯扬，也有一位保镖死亡，另外有3个人受伤。沙基斯扬因为涉嫌参加甲协助非法武装团体和俄罗斯通缉，这栋大楼伫咧莫斯科河边，离克林姆林宫只敢拿12公里。俄罗斯国营媒体报道，这场爆炸是有计划暗杀行动，不过当局的声明无讲到乌克兰。俄战争状况依然真严，乌克兰士兵讲，已经几多个月无收到新的装甲运兵车，用来运送士兵、补给弹药加特力伤兵。Багато є, що із-за того, що не вистачає машин, нема можливості поїхати за пораненим. На жаль, не вспівали, вони вже... Every time we're asking for something, it comes 6-9 months later, when the war has already changed. And it doesn't make that impact it could have done if it came in time. 虽然美国前总统拜登在总统大选了加紧军援交付的速度，不过任期最后1年，受到国会内面共和党人的反对，加内部对俄紧张情势升级的风险，一个美国武器库存是不是有够的担心，和军援规拢停乱。另外，联合国人权监察团指出，
伫最近几个月，和俄军掠去的乌克兰士兵被处决的数量快速增加。驻乌克兰特派团表示，自从去年8月底以来，已经收到的24件独立事件内面，就79个人被处决。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再来看咱国内消息咯，代替新推出的观光列车海虹号开始营运咯。另外，山兰号今仔早起嘛，伫花莲到池上来试营运，下袂少铁道迷甲民众去看新款的火车。也毋过山兰号才对花莲站出站无偌久，经过花莲市中华路的滨高道的时，向向就停车将近2分钟，是因为有2个民众冲入去警戒区看火车。代替花莲站是表示讲，虽然无造成事故，也毋过真正是非常的危险，会照规定来处罚这2个违规的民众。再来看去年台东县因为风台农业的损伤是真严重，罗亚乡的农民是真怨叹讲，因为保险的理赔条件上过严格咯，因根本是无法度领到保险的赔偿。农粮署嘛表示讲，会来检讨。花东唱歌今年一期调作当地产业啊，不过台东县罗亚乡农民愈种愈受气，因为去年年底2个风台造成2期调作拍倒严重，这的稻米拢是减产超过2成以上。农民虽然申请到政府的天然灾害救助金，每公斤1万8，也不过农民投保的稻米保险，煞有真侪农民领袂到，怨叹保险是无价。好像是赌运气，我如果运气好，我抽到刚好摘准的，我就有理赔。我30甲，我倒掉17甲，我平均不到5成。农粮署表示，稻米保险是以5年的平均产量作为计算的基准。罗亚乡我5年稻米平均产量伫5000多公斤。去年受风灾了后，抢样调查结果产量是4400多公斤，减产只有1成左右，所以无符合保险理赔超过2成才赔。也不过农民讲，过去5年产量本来就少啊，佮甲去年受损比较，当然差别无大。都是固定那几户农民下去做评割哦，这样对农民的权益，也会有影响。这样子，保险是一种平均分担的心态了，就是说是用其他的这个大家投钱的这个保险的金额来帮助比较受灾严重的。农粮署表示，这款的设计拢是符合科学根据，也不过会个反映农民的心声，建议调整。也不过今年政府也是会维持稻米的天然灾害救助的申请，而且调悬每公斤2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因为几下风台，花莲的海边即马有上万栋的水流茶，最近3个月就发生20多件的火烧。伫初3的暗时花莲溪出海口水流茶又搁着火咯，因为风是真透，火是炭甲真紧，民众是望讲这水流茶会当赶紧甲伊清掉。九指线消防员伫花莲溪出海口的沙坡，想要控制火势，也不过伫东北季风的助长之下，水茶愈烧愈美，佮加上受地形的限制，拍火真无简单。消防员徛伫大火中拍火，场面互人真惊吓。燃烧面积约150平方公尺，立即部署3条水线进行灭火攻击。由于现场风势强劲，一度造成延烧之情形发生，所幸消防人员及义消人员成功阻隔火势。最后由义消以重机械挖土机协助进行场火处理。这场火警是发生伫初3暗大约7点的时阵，花莲溪出海口的附近水茶，唔知什么原因导火，消防人员用3点挂钟才将火拍花。因为我3个月来已经发生20多件类似火警，这个水茶到底要安怎解决嘞？那其实各个辖管单位非常的多，包括领管单位还有我们九合单位。那我们已经请各个土地管理单位尽快将自己的所辖土地能够尽快的清理完成。那另外也提醒民众，不要在那边做一个生火的行为。我们请岸基跟警方的部分能够加强来巡逻。也在地民众私底下表示，暗时定有民众伫咧钓鱼的时阵，野火牛烧，每一摆烧起来火星甲乌烟都会往市区飘散。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将水查刷走，佮继续放伫沙坡顶，也是会继续发生火警，互消防员遭甲皮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顶个月发生规模6.4的地震，台南的各地头拢有大楼受损。台南市政府公告讲，今年开始6层楼高到7层楼高的公寓大楼，适当就要进行一摆公共安全的检查甲申报。也毋过，有议员表示讲，有一寡无管委会老社区是要安怎处理的。
工地人员提应价咧加强内压大楼的结构，这栋大楼牢固佮爬远10外栋，1月30受到地动影响，外墙泰路落落来，撼到停点下骹的2台轿车，肉井嘛有大楼受损。针对大楼，台南市政府宣布，今年要扩大公安申报的范围，来至7层楼的集合公寓大楼，嘛爱每4栋申报1摆。不过经过统计，全台南有246栋的大楼，到今也无管委会、危机员工、无管理会的社区申报会有问题。未来如果说没有管委会之后要负的所有权人，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可以执行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一直以来公务局就应该要一直鼓励大家成立管委会，那让管委会来去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老旧公寓大厦能够维护得更加良好。不少大楼拢真支持政府加强检视建筑物公共安全，特别是最近地动定咧发生。不过嘛，受人反映说管委会颠倒增加管理费，但是公务局讲，内政部原底规定8层楼以上到16层的建筑物，每3年申报1摆。那台南的新制增加6楼至7楼的公安申报作业检查项目，包含安全梯、避难站出入口等项目。有管委会当然是管理上是会比较周全，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费上的问题啦，因为我们收取我们的管委会也是真的费用真的很大，公安的部分可能要请政府部门再思考一下，要怎么样去运作。民国93年1月1号以后，领得使用执照者应在今年第1季完成申报，而在92年12月31号前领得使用执照者，则需在明年第1季完成申报。教育局指出，若也未成立管理委员会公务，会先辅导因成立管理组织，嘛讲起头会先宣导，未来若无照规定完成申报，会以建筑法罚6万到30万块。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有民众测试哦，伫高雄公山公园看到讲有一大群鸟鼠仔在找食食，实在是真恐怖。当地里长是表示讲，可能是因为附近哦有2个菜市仔，才有遮尔侪鸟鼠仔。公园处嘛讲会来加强附近环境的消毒。这是老鼠，这不是野狗嘞。这一只遐一只，一大群鸟鼠都安尼积极做伙，袂输是咧开动乐会共款，看到人挖过来才散开。民众测试饭店来到公山公园边仔食宵夜，看到公园涂骹有物件在叮当，行较挖较看，竟然是120只鸟鼠。伊将这画面翕落来，放伫网络问大家，这款的环境卫生敢真正有做好？小汉的我食豆奶，啊看对面，规涂骹拢鸟鼠啊，一道10几只，伊毋是散的，聚在一起的，足恐怖的。啊，我问遐个卖豆奶的，伊讲好10几年拢安尼。记者2时来到公园，也亲目睭看到鸟鼠，因为附近有2个早市，加起来规模是高雄上大的，而且也袂少民众摕物件来食，食完的肉啊、鸭肉就刷手乌白蛋。食物来源充足，当地里长表示，鸟鼠真歹治，旧年市府拢总才来放2解桥啊，伊希望会当搁加强防治。希望市府单位会当针对这鸟鼠啊部分，搁遮个街友部分的粪扫。食了后，乌白蛋才会当赶紧定时定期来消毒来防查呢。公园处将加强公园环境清洁，并呼吁民众于公园内用餐完毕，应将食物及垃圾带走，共同维护公园环境清洁。因为鸟鼠啊是汉他病毒的传染源，高雄台北嘛捌伫旧年甲今年初拢有发生相关的病例。市府除了会来加强附近环境的消毒，也呼吁民众共同来维护居家附近的环境整洁。记者柯嘉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2025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资格赛哦，咱台湾队先提出30来人的名单，透过训练甲交流赛，落尾哦会只有28个正式队员。今仔早起伫经典赛网站嘛公布咱台湾队27人的名单，搁欠1个人哦。中职是表示讲，上班2月19才会确定28人的名单，所以咱嘛先保留调整的空间。台湾队伫过年后开始训练，公布36人的名单。教练团要透过集训加交流赛选出28个人来做上坚强的团队。不过 WBC 官方伫台湾时间2月初4登报，公布各队28人名单。台湾队投手以高林瑞阳、陈平玉、丁李月选手做主力，中职有齐玉熙甲陈文文这选手。也最近高林传出讲，北边无爽快是引起关注。
这边我们会陆续的跟球坛这边有密切的一个应该是说追踪，然后最后再看他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就是等待球坛的消息这样。郜林爱继续追踪等球团的消息。这份 WBC 公布的名单，台湾队缺失干那27人，捕手包括林家正等3人，内外野手分别交张玉成、甲陈吉宪来负责。另外表现出色的郑宗德，今年获邀请去大联盟春训，敢会转来参战也唔知，目前无甲伊选入去名单当中。每位选手能够进到国家队，他们都有一定的实力。那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个能力发挥出来？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只要尽最大的力量，然后打出一场一场感动的一个比赛，那呈现给大家来为我们加油。WBC 这份名单大先公布，中职无回应。不过公司按照规定先交予 WBC， 2月19才是28人名单上尾期限，也阁会当调整。意思就是讲，27人名单当中无入选的球员，也阁有机会伫2月19进入最后的名单。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国际册展今仔开幕，登到册9，今年计共有29个国家504间国内外出版社参加。一透早就有不少民众排队了，踮咧入场。今年嘛有不少台湾的出版品，那么做伙来看卖。拜二透早，就有侪民众行入册展。今仔是第33届台北国际册展开幕头一天。今年册展的主题是“阅读异世界”，计共有29国504间国内外出版社参与。总统赖清德也伫开幕典礼顶悬致辞。投资股票啊，有赚有赔，但投资自己啊是稳赚不赔。特别是知识就是力量啊，买书看书，这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出版产业呢，其实说真的，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产业啊。可是呢，只要大家持续的都来、都投入、都加入，用我们共同的力量，一个产业它可以创造我们共同的繁荣。台北国际册展当年拢会颁发册展大奖、甲出版的设计奖、金蝶奖，其中册展大奖佫分做小说奖、非小说奖、儿童青少年奖。台语散文落西北河的下晡是头一个台语出版品得到台北册展大奖，作者刘静官真欢喜，也表示用台文书写会使甲较早的生活记忆找回来。写台语有一个感觉较实际，因为拢爱经过较侪思考吼。搁吼一方面，真侪古早代志、古早话拢找倒转来，找来头壳来，觉得这一点很棒。这本台文散文《落西北河的下晡》是作者将生活日常的趣味带用台文记录落来，用轻松的方式带民众行入台文的世界。另外，这本外形亲像一套金纸的册，是阮剧团的台文剧本册，甲充满台湾文化元素、传统信仰的金纸摕来做出版品的包装。阮剧团这本华台文的剧本册也得到金蝶奖的银奖，显示台文出版品这几年的发展，毋但内容丰富，创意也无限。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伫遮悬的所在哦，咱人的头毛、手毛会结冰，也毋过北极熊的毛哦，虽然拢毋若袂结冰，佫会蓬松蓬松。有科学家就指出讲，是因为北极熊的毛哦有一层油在保护，未来哦会讲来开发做防止结冰的技术。规身躯拢是白毛的北极熊，无论伫咧涂骹安怎过，身躯顶的毛拢袂结冰。不过研究人员家己若伫咧同款的环境，自头毛到目白，甚至护手拢会结冰。只有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就兴趣来研究这种现象。因甲6只野生北极熊的毛摕来做研究，发现北极熊毛顶头的皮脂就是互毛袂结冰的原因。An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se hair oils, we separated them out because it's quite a complex concoction. We found a few specific components that were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n we simulated how they'd interact with ice, and we found that they were very good at repelling ice. 研究人员的报告指出，北极熊的皮脂有丰富的胆固醇、香酸甘油脂、加脂肪酸等成分，并较袂黏伫咧顶头。不过，若甲这层皮脂剃掉，北极熊的毛就变做甲人类的头毛同款。这项发现会当帮助人类研发天然防结冰的导残，来代替尽管是袂黏也过有毒的化学合物。It's PFAS, fluorinated compounds. They are really effective at stopping ice sticking to them. They're effective in so many parts of our life, but they are incredibly nasty. They've been dubbed forever chemicals for a reason. They last forever in the environment.
So any way to kind of replace them and get around them would be ideal. 北极熊的毛顶头的油脂，互因伫咧冰顶头行的时阵较顺，互因较省力，拍打时阵较方便。这种大自然的现象，会当互人类参考研发新产品。公司新闻曾回敏编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6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